继续来看，伫台中市的头边坑溪，3月份的时阵，去互发现讲千外只鱼啊是规拢冰毒。即马市府为着要减少监视工厂偷排垃圾水的情形，头一届伫咧这条溪两边边啊，用笼啊饲5过鱼啊，要来监测水质。若有发现啥物情形，会当随采样来检测。 大卡的箱仔网放伫河道内底，各用丝袜来固定伫岸边。台中市最近定定发生河川大规模死鱼案事件，环保局除了经由科技监控及时掌握死鱼案数量，也头一摆用警戒鱼仔来监测水质变化。换养的鱼啊，如果说有发生异常的水质的话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先掌握，这里是不是受到污染啊？这个鱼死掉。 就像是鱼哨兵嘛，这前面如果异常的话，这些鱼会先反应到啊，所以就知道有没有异常排水。那后续也可以针对这个鱼进行相关的检测。今年3月，头边坑溪出现1500多只死鱼仔，日头一日拍死鱼仔味臭面膜，引来当地民众发动抗议。环保局后来对溪流上游的电动业者，一间一间专案来稽查，总共查到20件违反水污染法，罚款大约200万块。 环保局讲，将伫头边开垦的日林桥甲新林桥2个河段，放一个监测鱼仔，利用鱼笼啊饲现地鱼种5过鱼来监测，然后各样会使随采样来监测。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工厂的业者的，例如他一定的生产量或是他排放的量，一定要麻烦台中市政府的环保局一定要不定时的进行抽查，可能次数要再频繁一点，才能确实来解决河川污染的问题。 地方希望除了引进这个监测器来监测以外，也希望常常来稽查工厂。环保局讲，因要增设水鸭、连续录影的监视设备、AI 死鱼啊辨识、及时通报系统，希望彻底来杜绝不法偷排废水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